来看最近台票一直起，今仔上悬又过起到29.9块换一美金所来拢伫30块左右。行政长杜英台表示讲，咱台湾毋是汇率超强的国家，袂要互任何人来影响，也是操纵咱台湾的汇率。若发现违法的行为，会严格来查办。 初六早起，观察台北外汇经纪公司的现场，一个到开盘的时间，所有的工作人员是无用试试，因为台票要是继续的起，台票起到30块了后，过来就无直直起，伫30.05块遐咧起落。专家认为讲，因为市场惊吓的心理，8亿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讲，发现有人入场插货，而且要求相关的资金退出台湾。早盘会期已经开始呈现价动起落，市场大量卖出的情形已经有较缓和。3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守关卡。 倘若30元能够防守住的话，我们认为呢，市场的恐慌性降低呢，大家就会等待呢这个台币的一个贬值的一个反弹，然后再来进行下一波的调节。专家分析，目前包括出口外汇商甲证券卖着急要卖出去，不过台票起若超过30块，呼吁会当对金融机构多滴宽松。初六早起，台湾银行也是有民众去换汇，因为就算初五，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甲总统赖清德对外话讲爱有信心，不过市场换汇交易的需求大。初六早起，伫手机App 换汇系统显示暂停使用，后来才恢复正常。我们的汇率是稳定的。中华民国台湾也从来不是操纵汇率的国家，所以央行是持续用合法而且常态的态度在观察汇率的变化。不过，台湾不是操纵汇率的国家，我们也断然的不容许秃鹰来影响、破坏、操纵台湾的汇率。 台票从顶礼拜5到今，2个交易日已经加悬1.872块，起6.2%。进一步观察中央银行的统计，今年以来台票起8.74%，会当讲是亚洲上强的货币，比日票韩元起的幅度较侪。初六台股、金融甲寿险股有起有落，台股早盘升落转起，呈现股汇拢起的情形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